共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同时，不断摧毁灭迹千年的维吾尔文化。美国互联网媒体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共摧毁灭迹了所有反映喀什维吾尔宗教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建筑，维吾尔社区也被中共当地政府变成了不同形式的娱乐场所。由英国议会上院和下院67名议员组成的小组以侵犯人权为由，呼吁政府禁止在英国销售和使用中国海康威视和大华生产制造的监控设备。这是继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英国业务受阻之后，中国科技公司在海外业务遭遇的新问题。英国 BBC 报道，这些议员分别来自英国不同党派。有报道称，这两家公司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在总理府召集企业和工会的高级代表举行了协同行动会议，以应对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称当前的危机不会在几个月内结束，并表示现在的情况在短期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将面临历史性的挑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发生在喀拉喀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的事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内政事务，会在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的积极工作下得到解决。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批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为车辆、飞机和船只等交通载具使用申请。这意味着未来使用者可让星链卫星联网服务随处使用，而非局限在定点位置。目前已经发射星链约2700颗卫星，接下来计划发射更多卫星，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今天是乌鲁木齐75事件13周年，海外维吾尔人在悼念遇难者之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种族灭绝。同时，许多国家在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和抗议活动。东突厥斯坦文化和信息中心主席喀拉喀什发表声明说，中共在2009年7月5日进行的大屠杀伤口至今未愈，随后又进行了种族灭绝。压迫和中共的政权都不是永恒的。他强调，总有一天正义将为中共的罪行负责。